Сайн уу бүгдээрэнд нь сайхан өдрийн мэндийг хүргэе. За тэгээд өнөөдрийн бичлэгээр болохоор бүгдээрээ хамтдаа HSK 4-ийн mock test-эн дээр шууд ажиллаад явъя. Тэгээд миний ажиллахыг хараад та нар ч гэсэн гэд нэг зүйлийг ойлгож байгаасаа гэж хүсэж байна. За тийм ярилцлага бичлэг рүү оръё.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。HSK 4级听力考试分3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1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出去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，因此千万不要把工作中的不愉快带到生活中来。别让工作影响生活。无论是对动植物还是对人来说，这3样东西都是不可缺少的。人们离不开水。3，因为没有好好复习，考试那天他有点紧张，没想到这次数学考试的内容很简单，所以他的成绩还不错。考试那天他很轻松。4，我妻子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，有时候看电影，她会一边看一边流泪，几乎要用掉1包纸巾。妻子容易被感动。5，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，那就勇敢地去做吧。只有试过，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。实际上，即使最后不成功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至少你努力过。不要担心失败。6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做人应该向前看，不能总是活在回忆里。不要忘记过去。
7。现在已经是秋天了，北京早晚的天气都比较凉，只有10几度。你出门要多穿点衣服，小心感冒。北京现在是冬季。8。什么是幸福？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幸福？其实，幸福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。幸福没有标准答案。9。各位乘客，国家图书馆到了，请您带好自己的东西，从前后门下车。下车请刷卡。他们在出租车上。10。虽然情况发生了些变化，我们的车子出了点问题，但并不是特别严重，很快就能解决，所以请大家放心，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出发。出发时间又推迟了。第2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。这本小说有400多页，你竟然1天就看完了？是，虽然比较厚，但是写得很有趣，所以看起来很快。女的觉得那本小说怎么样？12。爸，我们搬新家，还要留着这些旧家具吗？当然，那些都是我和你妈结婚时，你爷爷奶奶送我们的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13。真的是往东走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在西边呢？肯定是往东走。我以前来过这儿，相信我，保证错不了。女的认为应该往哪个方向走？14。我们饭店现在招聘一名厨师，你要去试试吗？好啊，我应该联系谁？有什么要求吗？男的是什么意思？15。我明天下午要去大使馆取签证，电影票最好买下午5、6点的。我刚上网看了一下，5点的已经卖光了，
只剩下6点半的了。我们看这场怎么样？根据对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16，走，咱们一起去打网球吧，锻炼锻炼身体。好主意，我很久没去运动了，你等我几分钟，我去换双运动鞋。他们要去做什么？17，真香啊！你做什么好吃的了？快来尝尝吧，是你最爱吃的酸菜鱼。女的为男的准备了什么？18，你的头发太长了，该去理发了，我陪你去。行，就去楼下新开的那家店吧。他们要去哪儿？19，对不起，小姐，这儿不能抽烟。好，我不抽了。女的为什么不抽烟了？20，你想好了没？是继续读书，还是参加工作？我考虑过了，我想先工作2年，然后再考研究生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21，您困了就先睡吧，我来等我哥。没事，我再等等。不是打电话说马上就到了吗？男的在等谁？22，我们先找个座位吧，坐下来慢慢聊。好，你看窗户那边怎么样？很安静。他们在找什么？23，这件事不是一直由马经理专门负责吗？他已经离开公司了，现在由我负责。关于马经理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4，打扰一下，请问附近有花店吗？有，前面那个超市旁边就有一个。女的在做什么？25，阿姨，
今天下班后，我就直接去机场了。好的，一会儿别忘了把行李箱准备好。男的什么时候去机场？第3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让你不高兴？下午的足球比赛，我们班输了。比赛总是有输有赢，下次再努力。就输1个球，实在太可惜了。男的为什么不高兴？27，我听说你妹妹是学法律的，是，他是律师。她什么时候有时间？叫她一起吃个饭吧。我有个事情想听听她的意见。周末他应该有时间，我回去问问，明天告诉你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8，喂，我到了，你到哪儿了？我也到了，我没看到你呀。公园门口左边有棵大树，我在树下。我看见你了，我在街对面，我过去找你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29，这些葡萄很新鲜，我们顺便买几斤吧。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，你拿得了吗？拿得了。下午张老师来，他喜欢吃葡萄，还是买一些吧。好吧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30，王校长，我们想邀请您7月份也去我们那儿讲一次课，您看您有时间吗7月12号以后应该都可以。那我们暂时定7月15号，可以吗？正好是星期五。好的，如果有什么变化，我会提前和你联系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1，早，外面很冷吧？还行，下雪了，不是很冷。我把空调打开了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我其实不冷了，我走路过来，走的都有点热了。外面天气怎么样
32，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很大，我竟然一句也听不懂。别说你听不懂，就连很多中国人听起来也很困难。你的这个同学是上海人吧？对，他虽然讲普通话，可是仔细听，还是有上海味儿。男的同学说话有什么特点？33，你不舒服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早上起晚了，没来得及吃早饭。我这儿有饼干和巧克力，你要不要吃点儿？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女的怎么了？34，你会游泳吗？当然会，我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，小时候常去江边游泳。真的？那会不会很危险？没关系，江边的水不是很深。女的认为什么很危险？35，垃圾桶又满了，你去扔一下垃圾吧。好的，看完这个节目我就去。这儿还有几个饮料瓶，别忘了一起拿下去。行，你就放那儿吧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不管是夫妻之间、同事之间，还是朋友之间，相互信任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怀疑，就不可能有正常的交流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关心和帮助。想让别人相信你，你要先学会相信别人。36，根据这段话，什么很重要？37，怎样才能让别人相信你？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般来说，在重要的假日或者节日，各个商场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顾客，例如打折、买一送一等。你在这段时间去购物的话，往往能买到价格非常便宜的东西。38，商场举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？39，说话人认为节假日商场的东西会怎么样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我这个孙女儿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跟你见面，还不太熟，有些害羞。
等你们以后熟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他话特别多，什么事都喜欢跟别人说。40. 关于他孙女儿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1. 他孙女儿今天怎么了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对我来说，拒绝别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。既然别人找你帮忙，说明他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为了不让他失望，我只能说好，而很难说不。我总是觉得，能给别人提供帮助，可以使我快乐幸福。42. 说话人认为什么很困难？43. 说话人为什么愿意帮助别人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这家酒店除了房间灯光有点暗以外，其他方面都还不错。房间里很干净，可以免费上网，价格也比较低，对我们学生来说非常合适。我真的挺满意的。44. 说话人觉得这个酒店哪方面不太好？45. 说话人是做什么的
晚风里藏着多少经历，满天的星辰都被唤醒。白天那些流放的光明，渐渐成夜空仰望的风景。看天台上路过几颗流星，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忆，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，对星空之间画出了星星。星际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，如迷人的水晶般浪漫放映，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，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。星际洒下光影，点亮你的眼睛，像缤纷的梦境，我不愿苏醒。余生的光阴牵你手前行，我们共赴一场光艳的旅行。你就像夜色温柔降临，这城市和